唔係啩？3年嘅賬單，我 weekend 冇啦！叫你早啲用 InSpell 噶啦，佢哋呢2日啱更新咗壽險模組，可以幫到你呢次遇到嘅問題。InSpell 壽險模組就好似一個對賬引擎，給每一張保單單獨做會計核算，無論幾多分期繳費，都能自動計算準確，根本不會出現人工漏記問題。除咗會計 ，InSpell 的 AML 功能能幫你一路監控住所有客戶的風險動態。Hello，你好，我哋係 InSpell，請問有乜可以幫到你？我想用 InSpell。如果你都有呢位同事遇到的問題，而家就嚟揾我哋幫你啦。